后来乡亲啊，台湾的疫情搁咧量落，连几啊天以来，本土病例是一天比一天较多。指挥中心讲，第三波的疫情到位了，加上伫要过年啊，伫咧中国的台商返来台湾，恐惊会互疫情的状况更加艰难。指挥官王必胜早起专工到马祖来看外岛的防疫的量能，医师嘛来分析，讲伫这款的状况下，过年后。恐惊疫情会阁达到高峰，要提醒咱的长辈时代，甲动静高风险的族群，上好赶紧去注世代的预防针，安尼较妥当。一透早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来马祖视察，就是要确保春节防疫量能有够。因为台湾最近本土病例嘛，当咧增加，25到29号上侪一天增加27942例本土个案，和顶礼拜相比，大港确诊数伫7万外人左右，一天增加病例数上侪增加47%。不管是我们自己确诊的，或者是卫生局派过来的案件呢，我们觉得发现呢，最近的案件确实增加了。对台湾明年疫情发展到最高峰，对边境的管控是做得不太好，太多大量的案例输入的话，也可能会到达5万，甚至破到6万也说不定。欢乐春节了后，会有后一波疫情的高峰，支持世代上计疫苗真重要。虽然含一开始11月初一天干了6677个人去注，12月28一天注射人数已经增加到40073个人，疫苗注射率却干12%，但是要维持条防疫线，目前的数量也无够。施打疫苗是应该要打，没有错。有一部分的人呢，特别是老年族群免疫力比较差的、有慢性病的人呢，这些人得了，发生重症跟死亡的比例会稍微高一点。那这些人就要特别注意，这些人最应该去打第4剂、第5剂、第6剂。社区内就是赶快把疫苗覆盖，把它做好，好，然后度过这个寒假。医生提醒要记得提升自我的保护力，两边拢做好，才会当甲为着当前的风险降到上低。我是李一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